1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施彦强编号5号，片名阿婆嘅有了，作者曾江义，阿文国录音。大众下书道、田道、调的道，天时后大早就得看到天线党个挖墙下唱梦水上嘅板桥诶，也是几群诶，叽叽嘎嘎，滴路顺落实嘅北洋调，有上时还看得到，啲天党比来比去嘅腰婆，有一种调诶。规身嘅毛乌索索，唱啲一甲面老调面，有一丝丝嘅拍毛。木柱最同嘅臭夹夹嘅脚，係黃色嘅，按到有了。其中係跳啊跳嘅，唔到啲嘅主帶藝跳嘅有阿婆嘅飛耳地度。阿婆係獨食嘅莊下婦人家，本貨店錢，為到家庭一生人主唱，日日轉嘅揭落嘅樣嘅無時限。天文講煮香腸，溫煮菜，溫煮嘅食。天文講煮開燈上夫喜好把順洗衫，上夫洗好要個乾淨去菜園。落皮淋水，出體也到，還愛煮三餐，肉頭上做甜食。下煮頭嘅下，阿婆真有好歇困，佢親愛坐啲門後嘅藤椅蛋糕，木絲絲嘅香酥蜜蜂在啲面孔嘅上上，有一日下煮。阿婆將坐下來準備歇困，木柱養到老輩嘅竹炭一下，有一團烏索索嘅東西，啲嘅天堂。行入過去看，發現係一隻含麥皮嘅無料條子。阿婆老佢捉到樹行。從頭看到尾，從尾看到腳，以下都夾頭拿，但樓面夾亂，以下鹽塊夾幼嫩嘅一格，變過來變過去，從細年呢做到神奇嘅高嘅，看到眼睛睛呢無轉目。阿婆上去看見呢，有一隻頭擺阿嫂小英國嘅吊籠誒，就見天老一隻吊子學起來誒，逐早晨阿婆書面寫好煮去看籠嘅地度嘅飼料，含油毛，一個甜水毛，伊有限煮老吊籠誒，變到搶哩。食飽煮阿婆煮嘅老藤伊曬到籠誒順，把等籠誒搞無聊講法。聽講咧，食飽嘛，大家好，爭來了。日無聊看到人。未會講阿婆教佢講嘅話咧，冇想到有一日早晨，籠嘅門唔知用辦本人打開，地度嘅無聊，咩唔知走去哪裡？阿婆兩隻手都等飼料，頭緊緊嘅去啲籠嘅順，久將結束。無聊唔見得嘅事實，難講，按大爽，有嘅研究，佢就有條籠嘅有屬於佢研究講咧，
呀，礼拜日阿婆做对年，阿妹吩咐爱转落木祭拜，受经过下，佢阿早无聊，伫竹头下跳啊跳的，跳啊跳的，不时我头也看假看，背面就被到竹林地堵，青春凉风吹过竹叶，稀稀疏疏嘅声，毋知阿婆也下，又做得同佢讲话嘅无聊么？